居然平手了哦。学妹，就让学姐来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摇滚乐，看好喽。那我们开学以后再来依照高校。愛意選石頭防偷點下，上台混搭溫茶，你好舒服。你们觉不觉得学姐很强啊？还好吧，大家都弹一样的，有什么有趣？哇，摇滚乐需要这么激进吗？要不然嘞，唱自己想唱的歌啊。跟恋爱有关的吧？小花痴，又是什么？我哪有？我觉得我们要想一下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歌，当然是我们自己做的啦。那就交给你了。交给你喽。交给你喽。哦，天哪！来了。哦。奶冲地沟，从都厌房。爸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女孩子不要这样。你再讲一次。奶冲地沟，从都厌房。哦，我唱着歌，传到远方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没有啊。我上去啦。妈，你最小的记忆是什么时候啊？最小的记忆不记得啦。你问这个干嘛？没事，我上去啦。爱唱的歌，传到远方，送啊送不啊不开。学长好帅哦！学长，那个还好，哪有帅？很帅哎！你们帮我去跟他要电话，自己上去啊！帮我要，我不敢呐！自己去啊！快一点，快一点，你们去帮我要，快点去帮我要啦！
啊？干嘛来？再帮爸爸买一瓶酒。我同学都在这边，你这样让我很丢脸哎。再这样下去，没有人会帮得了你了。你不帮爸爸了，那还有谁帮我呢？你都快变成酒鬼，我要怎么帮你？赶快，再去买酒，再帮我买一瓶。走了，我们回家了。再去买酒啦！快点，我们赶快回家。再去买酒！快点，我们赶快回家。爱唱电鼓，传到远方。妈妈，我都听不到啦！怎么样？你耳朵这样到底几天了？先观察一下嘛，不要一下就看医生。你看看他耳朵怎么样？有问题，谁都听不到啊！好啊，那我们好嘛，对不对？我话都还没有讲完，你就要讲。你就是一定好，要那你怎么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问题？到底是一时的耳鸣呢，还是到底是怎么样？我听到了啦！你们不要再吵了啦！你只会跟我吵。你只会骂人，你还会做什么？小孩子什么骂人？有问题，这怎么叫骂人呢？对不对？我只是建议嘛，哪里骂人？你这哪是建议？好，我懒得理你。怎么了？就有的时候耳朵突然听不见。耳朵听不见，多久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一边还是两边？两边。两边。来，我给你检查一下，头歪一点，靠近一点。看来好像应该没事。你是不是最近洗澡水有跑进去？没有啊。没有。有没有到很吵的地方？声音很大的？没有哦。哦，晚上睡觉有没有带那个 MP3 随身听？是不是常这样？没有啊。那最好不要这样，那个年轻人最好不要。原因很多啦，有时候是生活压力大，你可能是最近生活失调，也不一定。不过这样好了，我等一下帮你耳朵做一个清理，我们看会不会改善。几天后不行的话，再来看好了。学妹。我最近耳朵很奇怪，所以突然听不到声音。你没有事吧？你有去看医生吗？我有去啊，可是医生说就没有怎么样啊。压力太大啊。哎，我不知道啊。而且啊，我每次这样的时候，都会听到阿嬷的歌声呢。买唱的歌送到远方，送啊。这什么歌啊？都没有听过。哎呀，就客家歌嘛，你当然没听过啊。不跟你们玩了。不然我们趁这个暑假
去我阿嬷家写歌好不好？好，一定很好玩。在哪啊？在山上啊。哇，那我们就去玩啊。山上。妈，我走喽。哎，你这样去会不会太打扰人家？不会啦，兰兰在南部没有朋友，所以她妈妈怕她无聊，叫我陪她去啊。兰兰这孩子也是可怜，爸妈离婚，害她还得两边跑。妈，如果你跟爸那样斗下去，我宁愿跟兰兰一样两边跑。好了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哎，你要去几天呐？要注意安全哦。来了啦，快点啦！对哈。慢呢，球嘞？知道了。球嘞？怎么还没到？过来，还这。啊，终于到了。好了，可以出发吗？走，去买票。Go。面上这个地位，看台上这个第一组买，1手臂，回击。面向前方，不要转过来坐，来，全部都转回来。我快累死了啦！哎，你知道到底在哪？连你都不知道。哎呦，那是我小时候去的，我哪有印象嘛？很热，很累呢。好啦，我还再走一下啦。有牛哎！真的哎！阿婆，请问一下，眼卡，你讲嘛该？眼卡。你讲国语，阿婆听得懂。哦，请问一下，那后面有住人家吗？哦，改片哦，有臭豆腐啊。你请慢点啊。我要回我的家。那你要回你的家，你怎么不知道路啊？你爸爸叫什么名字？我爸爸叫陈来福。陈来福，好久没有回来，有10多年了哦。你现在要回去啊？那我带你走好了。小玉，你讲客家话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让讲，你老婆是这个啦。我说你的老家就是那一家。那你自己走过去咯。好，谢谢。哦，拜拜。看起来好旧哦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住这啊。这个还住了吗？我
我小时候真的住这里啊。对啊，这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啊，这是我的老家。这边感觉很破旧。哎，你们家很酷哎。我们走这么久，该不会要住这吧？应该是这边吧？可以走吗？哇，这里很久没有人住了。神经病啊！是奔跑。我说真的，快一点，快一点啊！哎，跳电吗？怎么这样？快一点，快一点！你上那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啊！那我们要吃哪一包？这包，我要吃这个。秋，吃哪包？都可以啊。哦，你叫小孩把眼睛闭起来，随便抽一包啊。好。好，这个啦。耶！这包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。好吃呢。我开灯。耶！哦，好亮。很亮啊！你这样太亮，谁睡得着啊？很可怕呢。哦哟，很暗，很可怕耶。哦，很亮哎。睡觉喽。从前呢？不要，我不听。啊。小玉，起来陪我去上厕所嘛！哎呦，天都亮，自己去啊。哎呦，这么多年没有人住了，我怎么知道有人在这边烧香啊？会不会是你阿公阿嬷？我们回家，我要回家啦！我要回家。唱典故，传到远方，送啊送不啊不开，
小玉，可不可以帮我打给学长啊？你们都不帮我打给他，你们很小气耶！哦，拜托你们帮我打啦！拜托，拜托帮我打！拜托，拜托啦！你确定？那我就不客气啦。几号啊？好了。通了。喂，学长吗？有人找你哦。喂，是学长吗？那个草莓找你哦。喂，你干嘛？你干嘛挂掉啊？很可惜耶，我不敢跟他讲话嘛。那你还打？可是我就真的不敢了。好饿哦！这里最好是有东西可以吃啦。赶快去找啦！野外求生啊！你童军课没上过，干嘛那么麻烦？直接去便利商店不就好了？哎呦，这边怎么可能有便利商店嘛？好大颗！哇，好大哦！好像有人来了，赶快走！有东西吃了！谁要煮啊？一起啊！当然是。等一下哦。你把后面这个粗的都丢下去，丢到旁边。不是，紧！这样再一个。紧！然后嘞？然后再这样子。怎么办？太长了。这样够吗？这样不行。好好笑哦！快点放啊！在这啊！我回来的时候。哦。可以吃吗？你们两位小当家，看这。耶 ！Hello， 超好玩的。太棒了！你们全部都在用那个，没有人在复活。木盒你要美人。喂，你在干嘛？怎么又在喝酒？你每天除了喝酒还会干嘛？我才一离开家里没多久，你就变成这样。你看妈妈都在过新的生活，有新的家庭了，那你自己嘞？啊？我听不清楚你在讲什么啦。反正你开心就好。你们干嘛欺负稻草人啊？姐姐，你们从哪里来的？我怎么没有见过你们？我住这里耶，我小在这边出生的哦。我不相信，真的啊。继续变大。我们来练歌好不好？那我们拍 MV。好。那赶快去拿乐器吧。小朋友好了吗？那我们开始吧。
姐，我们要去钓鱼，你们要不要去？姐姐，我们带你去看疯子。走吧，哥！哪里？没有，他从那边的。哪里？我刚把它用过。这水没有我想象过。有啊，这里有在玩。这个又长又长的。你们起来啊！好像有人走进客厅哎。去看看啊。奶奶，人家来骂你呢。你说什么？你们是谁呀？为什么会在我家呢？这里是我家哎。这是我家哎。那你爸爸是谁？我爸爸陈来福啊。陈来福？那这么说，你是他女儿小鱼喽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是姑姑啊。姑姑？对呀，就是你爸爸的妹妹呀。你们怎么会来这儿呢？我带朋友来玩啊。哦，好啊好啊，走来了。现在都是的，都很少来乡下玩，对不对？以前姑姑和小鱼的爸爸小的时候，这前面都种满了稻田，那现在他们都不种稻了。然后以前我们在稻田里面就要钓青蛙。青蛙？对。这就是姑姑的家哦。哇，好诗情画意。好，坐回来，坐回来哦。这样有给牛塞了，才有鸡肉吃哦。来，要抓这个小鱼抓哦。好，这个好，翅膀。乖哟。好。乖哟。好，别乖哈。哎呦，快点！看，中意了，中意了！哎，草莓，来，你来帮忙削番薯，番薯，好，来，你来帮忙。那球球，你帮忙挑这个地瓜叶，叫做番薯鸭，好，这样子挑哈，番薯鸭，好，好玩吗？好玩哦，好玩的。sing 呀，姑姑你在叫谁？唔啊，唔做人都 sing 的呀，sing 的就是小鱼，对冇？哈，我记得咯，世界个客家名的呢。菜脯啦，咸菜糖，番
薯呀，番薯呀，还有人家都吃的鸡肉，鸡肉。以前啊，小鱼的爸爸还有姑姑啊，还小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呢，大人每天工作忙碌结束以后，然后全家就会围在圆桌前面一起吃饭。现在人好像要能够围在这个圆桌一起吃饭啊，这个机会啊，可就真不容易了。好，开动吧！耶！哇，尽量吃哦。兰兰，你喜欢吃什么？姑姑夹一个给 B。来，好，尽量吃了哈。今天要把这些菜啊，通通吃光光哦。好，没问题。小玉，你写歌写得怎样？很好啊。那你帮我打电话给学长，快点了，拜托了。好。喂，是学长吗？你等一下哦。我们在老家啊。那个啦，草莓他打给你，然后又不敢跟你讲电话。我也不知道。是哦。好啊。真的假的？哦，好。兰兰，干嘛？帮我打给学长。你自己打给他啊。我不敢嘛。你自己打啦。拜托。你就不知道跟他讲什么？拜托啊，兰兰，拜托。你很恶心耶！让你播啊。耶。好了，快点，通了，快点。喂，学长吗？我是兰兰。你在干嘛？刚睡醒。你昨天去哪？是啊，好玩吗？哇，很多人哦。好啊。那等我们回台北，我们再约出来。你干嘛跟学长讲这么多？你自己叫我打的。你们这样很像男女朋友哎。那你就自己打给他。还说什么在床上刚睡醒？他说他刚睡醒，下午要打球，又没有讲别的事。你骗人！不信就算了。算了，我自己打给他。我看你也不敢打吧。
送bunga buka故乡的路卡天空在恋爱的梦，七彩的梦。天空在恋爱的梦，七彩的梦。天东的雾水，飘啊飘，星的溜溜球，人都坐在水上爬。七彩的梦，日頭照落山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晒飛了強悠悠古老的故事呢。你真的會唱那一首歌哎？可以啊，给以前阿婆常常唱的一首歌。嗯。哎，球球，你在干什么？在生火煮饭。哇，这个灶竟然还可以用哎！哦，我以前小时候就像球球一样坐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帮我妈妈生火烧柴，然后我妈妈就在这边炒菜。哎，球球，你穿的是谁的衣服啊？在衣橱里找到的。真的哦，你知道吗？那是阿婆的衣服，球球穿起来好可爱哦。真的很可爱。嗯。音樂嘅，就好似揮槍槍嚟啊，溜溜燒燒嘅，辣辣嘅啊。姑姑，为什么你会弹吉他唱歌啊？姑姑年轻的时候，我也出去外面闯荡过啊。是哦，那你怎么没有结婚？女人不是都要嫁出去的吗？因为我不想结婚呐。为什么？我不想像阿婆一样，女人一旦结了婚，就守住一个家一辈子。对嘛，结婚有什么好的？我爸跟我妈每一天都吵架。他们每天都吵架吗？对啊。因为阿婆非常的节俭，包括一个纸盒，包括一些瓶瓶罐罐，她都舍不得扔，所以家里就堆了越来越多的东西。那时候你妈妈还住在这儿，她就看不惯了，就把那些东西都清了，所以阿婆就非常生气。甚至妈妈买了一些东西回来，阿婆更生气了。所以你爸爸夹在两个女人中间，应该是左右为难吧？倒不如就是带着你们全家搬离开这儿。那我爸怎么都没有再回来啊？他也从来没带我回来过哎。我在想，或许是自从你们搬离开这儿以后，第2年阿婆就过世了。
你爸爸或许是内心感到一种愧疚吧。开始，我赢了。啊，赢了，耶呼！哎，你觉得改编客家歌好不好？可是你会唱吗？我会啊，我哥会教我。哎，这样不会很奇怪？哪会啊，客家歌很酷哎！你们不觉得我穿这样子很有传统客家女人的味道吗？我不要理他。哎，又，快点。预备。要吞掉才算。OK。开始。我没了。你哭什么啊？哭。吃完了。犯规把这包吃光。在这。唱定鼓，来唱定鼓，传到远方，传到远方。送啊送啊，送奔阿布卡，送奔阿布卡，阿布卡，送奔阿布卡就是我的家。阿布卡，阿布卡，故乡的布卡，故乡的布卡，阿布卡。夏亚妹，乡下还住得习惯吗？要不要过来一起冲个味啊？故乡的布卡，故乡的布卡，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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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卡，我的家，阿布卡。天空在等爱的梦，天空在给爱的梦，天空在等爱的梦，天空。天空在等爱的梦，天空在等爱的梦，七彩的梦，七彩的梦。天空在等爱的梦，天空在等爱的梦，七彩的梦，七彩的梦。喂，你是不是又在喝酒啊？啊？什么？我去哪？我去我妈家。我从小就跟你说，我去找一下我妈，不行哦。因为你从来没给过我一个完整的家，你知道吗？你再这样下去，这家就完蛋了啦。什么？我放弃你？我没有放弃你，是你自己放弃你自己耶。好了，随便你怎么讲啦。你过你的生活，我过我的生活，我去流浪算了啦，拜拜。
我想要放弃学长哎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敢跟他讲话，而且我长得又不漂亮。不会啦，久了就熟了啊。学长很好哎，而且他很可怜，从小爸爸就过世，他跟着妈妈2个人到处去流浪。他们啊还住在顶楼，夏天都会被热死。我还听说他们都合吃一个便当哎，真的很可怜。听说他之前有交过一个女朋友，后来他被甩了，好像是因为他要边打工边读书的关系，然后没有时间陪她。唉，这种女生真的很坏。可是我不知道学长喜欢的是不是我这一型的女生啊？那你们觉得学长喜欢怎样的女生？应该是短头发，然后喜欢创作吧。我觉得一定是家居型的，会煮饭，而且又会做衣服，这样是最好的。因为他没钱嘛，所以当然要做给他啊。反正一定不会是你这一型的啊，你赶快放弃吧。什么不是我这一型？那是你那一型的吗？对啊，怎么样？你一定喜欢学长。谁喜欢他啊？要不然上次你跟他讲电话，懒得跟你吵了啦。哎呦，这么晚了，兰兰到底在哪里呀？我已经先回去了。赶快去看啊！怎么办？兰兰还没有回来啦。那我们再走走。要不要报警？报警，赶快再去找啊！我在这里啦。兰兰，对不起啦，我不会再误会你了啦。好啦，我不会再怀疑你了。你下次再这样，我就不理你了啦。好，我绝对不会有下一次的。你赶快下来，赶快下来哦。哇，九你好厉害哦，做这么多菜。对啊，谢谢。那我们就开动喽！耶！我觉得我们好像一家人哦。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啊！那个，谢谢你们这几天陪我来老家。不会啦。我们永远支持你。那你写歌写得怎么样？很好啊。很好。哇，那我们一定可以得第1名。拜学姐。对。那就多吃一点咯。谢谢。那你也多吃一点啦，谢谢。我有喽。你也是，你自己煮的。多吃点，多吃点。阿婆，哎呦，谁阿婆耶？你坐这里啊？哎呦，你会弹琴吗？
哎呦，很厉害哟！阿婆过来看看呐。头摆我老娘阿婆啊，用啥是好朋友啦。从了啊，我要过来坐了，太这家红人讲讲笑笑。头摆业务啊，千多人，你都啊过得辛苦啊，常常爱吃饭，常常人爱耕田爱做事。讲到以前哦，爷爸细细时节啦，青皮哦，我细细看到佢状态的啦，爷爸爸哈，错哦，我用条菜瓜啊本你，我讲咁多话，你听得信么？哈，好笑哦！哎呦，听么？我讲到太多，不过这个回忆也好啦哈，我来用条菜瓜本你哈。给你煮哈，唔晓得煮样，我让老人煮哈，好嘛？好。哎呀，我过来这个看看嘞哈。实在讲起真哦，假心眼咯，限价哦。喂，好笑了。咦，那我弹你们听听看哦。好啊。好脏哦，不洗头哦。昨天洗过。什么哎？你也得抽一种马盖。你们在干什么啊？洗澡啊！你们好可爱哟！姑姑小时候就跟你们一样，这样烧水洗蹦蹦哎。真的。Thank you， 快点啊！等一下，不要一直催我们呐。姑姑，你也得细学的很发挑哦。什么意思啊？就说你们这群小皮蛋，活泼又可爱。难怪啊，你小时候啊，阿婆都说你啊，脑转，脑转，就是啊，很喜欢动，动个不停。哎，小鱼啊，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阿婆带过你？没有印象。你出生以后都是阿婆在带你。难怪，我常听到阿婆唱的歌谣哎。对，那是一首阿婆最喜欢唱的一首歌。这个酒也是阿婆做的哦。这个？也是你爸爸最喜欢喝的酒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你爸爸偷了这个酒去喝，结果醉倒了，全家到处找他。
你知道吗？最后在田埂边发现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，好笑哎。所以呢，姑姑这一次特别把这个酒找出来，让你带回去给你爸爸，因为这是一瓶故乡的酒。好了吗？准备要走了。阿球嘞？球，你怎么了？我不想回家。你不想回家？一定要现在回去吗？当然啊，差不多了。才来几天而已。你想要留在这里哦？下来吃饭，你在上面做什么？不错嘛，哈，对。好，来了来了，应该比较轻松。来了，身教当兵。来了，请喝，请喝。这什么东西呀？这是祖传私酿的酒，干杯！为哥哥当兵放假，干杯！哥哥难得回来，多吃点。在外面当兵很辛苦哦。好黑哦。你们也吃。有没有交女朋友啊？当兵怎么交女朋友？可以偷偷交啊。哥哥，你下次什么时候放假？9月15号。哦。爸想带你们回去以前阿公阿嬷家住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在哪里？你都忘记了。哥哥你呢？你不记得了吗？小时候你在河边玩，差点淹死，都忘记了吗？
有吗？最晚哪有啊？最晚。我们是客家人，以前爸没有教你们讲客家话，想不想学啊？我会。按澎湃，财不烂，还有那个给扭给币。那是什么东西哈哈啊？哈哈！哪里学的啊？爸爸，你敬妈妈一杯啦！快点啦，快点啦！哇，好幸福哦！来，我们大家喝一杯啦！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哥哥，你知不知道刚刚小鱼讲的客家话是什么？来，解释给他听。按澎湃就是很丰盛。然后都盐炒，来。爸，喝酒哦。年轻人不可以喝酒。
啊，还知道用客家歌参加比赛。这衣服是阿嬷的垮裤吧？还蛮时尚的啊。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哎。那你们再加油吧。先走啦，加油了，拜拜。学长来，学长来了！快点啊！快点过来！快！好。啊